大家好，我是汤医师，真的很感谢大家拨冗关注今天的健康分享。今天我想用比较严肃但也充满关怀的心情，来跟各位台湾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深谈一个非常重要却常被大家轻忽的健康议题。这是一个关于我们身体支柱的故事，也是关乎我们晚年生活品质的关键。大家知道吗？骨质疏松症这个东西，它就像是一个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隐形杀手，总是无声无息境，悄悄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很多人存有一种错误的侥幸心态，以为这只是七老八十岁那种老年人的专利，觉得自己现在才30-40岁，或是刚过50岁，身体还硬朗得很，走路有风，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在我在台湾临床看诊这么多年的经验里，必须很诚实地告诉大家，情况已经改变了。现在很多40-50岁的中年人，甚至是30多岁整天坐在办公室的年轻上班族，因为长期缺乏运动、晒太阳不足，加上饮食结构精致化，爱喝手摇饮、咖啡岛、治骨头的密度都已经开始像豆腐渣一样脆弱了。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这件事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平时完全不声不响，在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痛苦或症状，就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旦发作，往往就是一次毁灭性的骨折。特别是我们骨科医师最担心的髋部骨折，也就是大腿根、部髋关节这个位置的断裂，这在医学界我们甚至非常慎重且严肃地将它称为人生中最后一次骨折。为什么会有这么绝望的名字？大家试想一下，因为一旦这个地方断了，对于很多长辈来说，可能就意味着从此再也站不起来，甚至会因为长期卧床而引发各种致命的并发症，严重危及生命，甚至让整个家庭陷入长期的照护困境。但是大家先别慌张，今天我特地花了很多时间整理了这些医学实证资讯，就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充满希望的好消息。其实在我们台湾这座物产丰饶的宝岛上，我们身边就藏着2种天然的养骨王。它们绝对不是什么昂贵的进口保健品，也不是那种苦口难以下咽的中药材，而是我们只要走出家门，走进全联福利中心、家乐福、大润发，或是巷口的传统早市、黄昏市场，随处可见、随手可得的2种水果。不管是国内各大医院的骨科专家，还是国外的权威研究机构，都对这2类水果赞不绝口，认为它们是强健骨骼的超级好帮手。经常食用这2类水果，不仅能帮助大家把流失的钙质牢牢锁在身体里，还能强化骨骼的韧性，让骨头片得像钢筋混凝土一样坚固。那么这到底是哪2种水果？大家平时该怎么吃才正确？除了吃，还有什么简单的居家动作能帮助养骨头呢？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会一次性的帮大家把所有问题讲清楚、说透彻，并且提供最适合台湾人的生活建议。只要看懂了、学会了，你也能像很多健康的长辈一样，到了80-90岁，身体依然硬朗，自己走路，去公园下棋，去市场买菜，想去哪就去哪，享受更有品质、更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如果您觉得这些关于健康的知识对您有帮助，这是对我们持续推广健康卫教最温暖的支持。也请别忘了将这些重要的资讯分享给您身边有需要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把健康传递出去。首先，我们必须正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骨质疏松。
到底有多严重呢？很多台湾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觉得骨折了有什么大不了，去医院给医生打个石膏接上就好了，这就是个外伤嘛。反正我们台湾有全世界最好的健保，不用怕花钱。各位朋友们，这个观念真的要彻底改一改，这简直是大错特错。年轻人踢球、骑车跌倒骨折，那叫外伤，恢复力强；但中老年人的骨质疏松性骨折，那叫灾难。当骨质疏松发生的时候，您的骨头质量变差了，内部的微结构被破坏，骨小梁变得稀疏断裂，力量也被削弱了，骨头的脆性大幅增加。什么叫脆性？大家吃过那种很酥脆的蛋卷或苏打饼前吗？稍微用力一捏就碎掉了，完全没有弹性。严重的骨质疏松患者，骨头就跟那个饼前差不多。脆到什么程度呢？可能只是您在浴室里地板湿滑，脚底滑了一下，或者弯腰提个重一点的买菜篮子，抱一下孙子，甚至是打个大喷嚏，用力咳嗽一声，骨头就会发出咔嚓一声，直接断裂。这绝对不是开玩笑，这是在急诊室经常发生的真实案例。我们重点来说一下这个髋部骨折，这在医学界是个非常慎重的话题。为什么医学界要把髋部骨折称为人生中最后一次骨折？这句话听着是不是特别绝望？因为这个地方一旦断了，对于老年人来说，往往意味着必须长期卧床，无法下地行走。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不理解，心想卧床就卧床嘛，躺着休息，有人伺候，养好了再起来不就行了吗？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一旦您躺在床上动不了，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洗澡、上厕所都成了大工程。这对于一辈子勤劳、自尊心强的台湾长辈来说，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很多老人因此觉得自己没用，成了儿女的累赘，进而变得忧郁、封闭，甚至产生想不开的念头。更可怕的是身体上的并发症，这些才是真正的夺命杀手。我来一一列举给大家听。第一，坠积性肺炎，因为长期躺着不动，呼吸道的分泌物排不出来，痰液积在肺里，这可是细菌的温床，短短几天就能变成严重的肺炎，导致呼吸衰竭。第二，褥疮、后背、屁股长石、肩压、着床垫，血液循环不通，皮肤缺血坏死，皮肉开始溃烂，严重的甚至深可见骨，非常痛苦且难以愈合。换药的时候，那个肿痛是专心的。第三，深层静脉血栓，腿上的血不流动，容易形成血块。一旦血块脱落，顺着血管跑到肺里，那就是会瞬间要命的肺栓塞，连抢救的机会都很渺茫。第四，原本就有三高问题的长辈，心肌梗塞、脑中风的风险也会直线上升。我们来看一组冰冷的数据，根据台湾健保资料库以及各大医院的统计显示，有大约20%的髋部骨折患者会在骨折后的6个月到1年内不幸过世。这个死亡率甚至比很多癌症都要高。而且即便您运气好，手术非常成功，也只有大约1/3的人能恢复到受伤前的走路水准，剩下的可能这辈子都要拄着拐杖、助行器，甚至必须坐轮椅度日。致残率和致畸率超过50%。所以我常说，保护骨头就是保命，这一点都不夸张，骨头硬朗，命才够硬。另外，骨折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连带风险，就是免疫系统的崩塌。这是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和香港理工大学最近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刺胳针》的 Lancet 上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他们发现，骨量减少不仅仅是骨头的事，它和全身的感染风险紧密相关。研究显示，跟骨骼正常的人相比，只要您有骨质疏松，不管是在哪个部位，患肺炎的风险增加39%，尿路感染的风险增加38%，皮肤感染的风险增加60%。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骨骼健康是身体健康的基石，基石不稳，大厦将倾，骨头一松，身体的防御机制片弱，细菌、病毒就更容易攻破大家的防线，让身体陷入恶性循环。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后怕？怕就对了，有了敬畏之心，我们接下来的养骨行动才能坚持下去。很多老年朋友会问，汤医师，我怎么知道自己骨头松没松？难道非得等到骨折了才知道吗？那时候不就太晚了吗？当然不是。其实在骨量流失的早期，身体是非常诚实的，它会给您发出一系列的求救警讯。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当成了普通的老年病，像是腰酸背痛这类的小毛病给忽略了，总觉得贴个药布去推拿一下就好。既然骨质疏松一旦发生就很难逆转，只有1/3的患者能恢复到起初水准，那么早期发现就太重要了。现在请大家放下手里的东西，跟着我一起做一个深度的身体自我检查，看看您有没有下面这4种情况。我们来看骨质疏松的4个早期报警讯号。讯号1，特定的疼痛，特别是腰背痛，这是最常见的讯号，大概70%到80%的骨质疏松患者都有这个症状。但是这个肿疼跟大家平时扭伤的疼不一样，它有几个非常狡猾的特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第一位置主要在腰背部，有时候会顺着脊柱向两边扩散，甚至痛到肋骨去。第二，姿势影响很大，当您仰卧躺平或者坐着不动的时候，疼痛会减轻，但是一旦您站直了，或者向后伸展，或者站久了、坐久了，疼痛就会加剧。第三，时间规律，白天大家活动开了，好像还没那么疼，但是一到晚上或者清晨刚醒来，那会儿疼得特别厉害，甚至会痛醒。第四，诱发动作，哪怕是弯腰、捡个报纸、咳嗽2声，甚至上厕所大便用力的时候，都会觉得腰背疼痛加重。如果您的腰背痛符合上面这些特点，别只顾住贴酸痛贴布，这很可能是骨头在喊救命了，是骨小梁在断裂的声音。讯号2，人变矮了，背变驼了。大家现在能不能去量一下身高，或者找找年轻时候的体检报告对比一下？我们台湾老话常说老倒缩，觉得人老了变矮是正常的，但这个缩是有极限的。我们的脊柱由24节椎体组成，如果骨质疏松了，这些椎体就会变脆，被压扁，就像海绵被压实了一样，这叫做压迫性骨折。每一节如果缩短 0.2 公分，整个人就能矮掉3到6公分。专家有个标准，如果您现在的身高比年轻时候矮了3到4公分以上，这绝对不正常，这预示着您的骨质疏松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还有驼背，随着椎体前部被压缩，人的脊柱会后凸，形成驼背，严重的甚至下巴都快贴到胸口了。如果您发现以前穿得好好的衣服，现在后摆老是翘起来，或者靠墙站的时候，后脑勺很难贴到墙，都要高度警惕。讯号3，骨骼出现肿块或不对称，
这个需要大家洗澡或者是换衣服的时候多留意。正常人的骨骼以脊柱位、中轴左右两边是对称生长的。如果您在摸自己的胳膊、腿或者是肋骨的时候，发现这儿凸起一块，那儿凹进去一块，或者明显的左右不对称，有肿块或者是畸形，这就提示骨骼可能出现了病变，必须马上去医院照 X 光片检查。讯号4，胸闷、气短、呼吸功能受损。这一个讯号最容易被误诊为心脏病或者肺病。有些老年朋友经常觉得胸口闷、喘不上气，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呼吸困难。去心脏科、胸腔科检查好像也没大毛病。这时候要查查骨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您的胸椎发生了压缩性骨折，脊柱后弯，您的胸廓，也就是保护肺的内圈骨，头就会片形，胸腔的空间变小了，肺活量自然就减少了，肺舒展不开，您当然会觉得憋闷。朋友们，这4个讯号，特定的痛、片矮、驼背、骨骼畸形、呼吸困难，哪怕您只中了1条，我也建议您去正规医院的骨科或者是新陈代谢科，做一个双能量 X 光吸收仪 DXA 检查查骨密度。这在台湾很多大医院都有，检查很快也不痛，早发现大家才能早应对，不要等到不可挽回了才后悔。好了，如果大家检查出来骨量有点低，或者大家单纯就是想预防，在吃这方面有什么讲究呢？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核心内容，那2种天然养骨王水果。在公布答案之前，我必须先给大家把原理讲清楚，让大家吃得明白，吃得安心。很多人心里犯嘀咕，汤医师，你别忽悠我，水果里哪有什么钙啊？补钙不是得喝牛奶、吃小鱼钱吗？您说的对，水果本身的含钙量确实不如牛奶、黑芝麻这些高钙食物，但是水果在养骨这件事上起的是另外一个关键作用，锁钙。早在1999年，国外就有权威调查发现，吃蔬菜水果多的老人，骨密度明显比较高，骨折风险较低。相关学者在亚洲地区做的几千人大规模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涉及和一个酸碱平衡的知识。我们现代台湾人饮食西化，平时吃的大鱼大肉、炸鸡排、精致淀粉，这些东西在体内代谢之后，会产生酸性物质，譬如磷、硫、氯等成酸性元素。身体为了中和这些酸，维持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迫把骨头里的钙调出来去中和酸。这就好比您家里银行存款不够用了，只好把房子的砖头拆下来卖钱，这骨头能不空吗？而水果，特别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2类，它们富含钾元素，譬如柠檬酸钾，这个钾吃进去代谢出来是碱性的，它能中和体内的酸，减少身体对骨钙的调动，这就相当于减少了尿液中钙的流失。简单说，牛奶富则进补，水果富则守门。光补不守，钙补进去也是漏掉，只有边补边守，骨头才能硬起来。那么具体是哪2种水果呢？大家拿纸笔记好，明天去市场就照着买。第一类养骨王水果是富含花青素的水果，这类水果的代表是葡萄，特别是紫葡萄，还有桑葚、蓝莓、杨梅、黑枸杞、樱桃、蔓越莓。这类水果的颜色通常呈现深紫色、深红色、紫黑色，这都是花青素的功劳。花青素不仅仅是颜色好看，
它在养骨方面有2个大本事。第一个本事，它是天然的消炎药，它具有超强的抗氧化作用，能清除自由基，抑制身体里产生发炎反应的酶，譬如组胺。很多老年人的骨头疼、退化性关节炎，其实就是一种慢性发炎。花青素能帮咱们把这个火给灭了，预防发炎性骨病的发生，减轻关节的肿胀疼痛。第二个本事，它是骨胶原的修复师，它能修复结地组织里的胶原蛋白。如果把骨头比作钢筋混凝土，盖似水泥，胶原蛋白就是钢筋。花青素能让钢筋不生锈，更结实，这样关节才灵活，还没那么容易水肿。这个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吃葡萄最好是洗干净，连皮一起嚼吃了，因为花青素主要在皮里，吐掉太可惜了。还有桑葚，在台湾产季的时候非常便宜又好吃，这可是个好东西，不仅养骨，在中医观典里还能补肾，对黑头发也有帮助。第二类养骨王水果是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这类水果的代表是奇异果、芭乐、番石榴、鲜枣、柠檬、草莓、沙棘。很多人只知道维他命 C 能美白预防感冒，其实维他命 C 是骨骼的建筑师，骨头想要再生，必须得有胶原蛋白合成，而胶原蛋白的合成过程中，维生素 C 是必不可少的辅酶，没有维生素 C， 钙质再多也审计不上去。同时，维他命 C 还能促进骨基质的发育，帮助成骨细胞分化，限制骨头的吸收。说白了，维他命 C 充足，您的骨头新陈代谢就快，旧的去了，新的能长出来，骨头自然就年轻。特别是在台湾，我们盛产的芭乐简直是台湾之光，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比奇异果、柑橘都要高出许多，而且一年四季都有，价格亲民，是绝佳的养骨选择。我强烈建议大家多吃台湾在地的芭乐，又脆又甜又健康。虽然这2类水果好，但老年人吃起来必须要有讲究，不能瞎吃，过犹不及。第一，控制总量。根据国民健康署的饮食指南推荐，每天水果摄取量大概就是您的1-2个拳头那么大，千万别抱啄半颗大西瓜或者是耗几斤的葡萄一次吃完，那糖分太高了，对身体也是负担。第二，特殊人群要注意，胃肠功能弱、容易拉肚子的朋友，一次别吃太多。水果生冷，您可以拿温水烫一下再吃，或者煮成水果茶。血糖高的人，这一点特别重要。鲜枣虽然维生素 C 高，但糖分也极高，糖尿病病友要慎重。您可以选择奇异果、芭乐，特别是土芭乐、草莓、蓝莓这些升糖指数相对低一点的水果，而且最好放在2顿饭中煎吃，当作点心，别饭后马上吃，以免血糖飙升。第三，要搭配着吃，最好的吃法是花青素水果加维生素 C 水果混着吃。譬如早起拌无糖优格放点蓝莓，下午吃个奇异果或芭乐，这样双管齐下，效果最好。吃对了，大家还得动对了，光吃不动，骨头是不会片硬的。有一种运动专门治骨头松，叫抗阻运动，也就是肌力训练。这种运动通过克服阻力，给骨骼施加压力，能刺激骨骼生长，增强骨密度。这就是所谓的用进废退，您越用它，它就越强壮。大家不用去健身房举铁，那里对长辈来说可能不安全。我教大家3个在家就能做的动作，既安全又有效，随时随地都能练。大家现在就可以站起来跟我一起做。
动作一，练习手劲儿预防手腕骨折，针对部位桡骨远端、手腕肱骨近端、上臂胃。什么要练？这两个地方是老年人最容易骨折的部位。为什么呢？因为人摔倒的时候，本能反应就是用手去撑地，手腕骨头不硬，一撑就断。怎么练？大家找个握力器，如果没有，就拿个网球，甚至卷一卷家里的钱毛巾也行。用紧，全力捏紧，手心要感觉发力，心里默数3秒，然后松开，再捏紧，再松开。每天看电视的时候，左手练练，右手练练，每天练习20到30分钟，练到手发酸，握不动为止。这就证明肌肉和骨骼受到刺激了。长期坚持，您的手腕子就像铁钳一样有力，万一真的跌倒，也能撑得住。动作2，墙壁板伏地挺身，强健上肢和肩膀。针对部位是上肢骨骼、肩关节。传统在地板做的伏地挺身，对长辈来说太难了，容易受伤。大家做立式的，利用墙壁给骨骼压力。怎么练呢？面对墙壁站立，双脚距离墙面大概1步远，根据自己身高调整，两手打开，跟肩膀一样宽，手掌撑在墙面上，吸气，慢慢弯曲胳膊肘，让上半身尽量靠近墙面，注意脸别撞墙上，身体保持一条直线，别撅屁股，也别塌腰，核心要收紧，呼气，慢慢把胳膊撑直，推起身体，不要快，动作越慢，效果越好。下落用3秒，推起用3秒，每次用时10秒左右完成一个，每天做20次。这个动作不仅养骨，还能锻练心肺，预防5时间，改善驼背。动作3，对抗瑜伽带，针对部位是踝关节。为什么要练俗话？说人老腿先老，脚脖子稳了，走路才不晃，不容易跌倒。怎么练？大家准备一条瑜伽带，或者那种有弹力的弹力，带实在没，有找调旧的厚裤袜也行。坐在椅子上，把带子套在一只脚的脚掌上，双手拉住带子的2头，对抗。开始，脚努力往外蹬，往外延展，像是要踩油门一样，手努力往里拉，带子形成一股对抗的力量。在这个对抗的状态下，坚持20秒，您会感觉到小腿和脚踝都在用力。每天每只脚做20次，这3个动作涵盖了握力、上肢、脚踝，全方位把咱们容易骨折的薄弱环节给保护起来了。一定要坚持，3个月后您就会发现不一样。最后，大家吃水果、做运动，辛辛苦苦存下的骨量，可千万别因为几个生活坏习惯给偷偷流失掉了。这也是很多老年朋友最容易犯的错误，就像一边存钱一边漏财，永远存不满。请大家对照一下下面几个坏习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大家一定要避开这3个伤骨坏习惯。第一个伤骨坏习惯，过度防晒，不见太阳。现在很多台湾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出门怕晒黑，帽子、墨镜、袖套、长袖、长裤，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2只眼睛。还有朋友腿脚不便，整天窝在家，理不出门，这可不行。太阳是天然的补钙剂，因为钙的吸收需要维生素 D， 而人体90%的维生素 D 都是皮肤接触紫外线后合成的。拒绝和太阳接触，就等于切断了维生素 D 的来源，吃再多钙片也吸收不了，骨质疏松自然加剧。怎么做才对呢？并不是让大家在正中午烈日下暴晒，
那会中暑、晒伤。建议大家选在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下午3点以后，这时候紫外线不强，比较温和。不管是在阳台还是楼下公园，尽量露出4肢、胳膊和小腿，别涂防晒霜，晒个10到30分钟，每周晒个2、3次就够了。这比吃什么补药都强，既省钱又有效。第二个，伤骨坏习惯。常喝浓茶、咖啡、碳酸饮料，很多老年朋友喜欢喝老人茶、功夫茶，觉得解腻养生，但是茶太浓了，里面的单宁酸和咖啡因会诱发骨钙流失，降低骨密度。咖啡也是同理，咖啡因会加速钙从尿液排出。最要命的是碳酸饮料，像是可乐、汽水，虽然老年人喝得少，但有时候孙子喝剩的，大家怕浪费就喝了。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的磷酸，磷酸摄取太多会打破身体里的钙磷平衡，导致骨密度直接下降。怎么做才对呢？咖啡一天不超过3杯，最好加点鲜奶片成拿铁，多少补点钙。茶可以喝，但要泡淡一点。那总喝了睡不着觉的浓茶赶紧戒了。碳酸饮料能不喝尽量不喝，白开水永远是最好的饮料，既解渴又健康。第三个，伤骨坏习惯，口味太重，炒菜盐放太多，这是很多台湾家庭最普遍的问题。早餐配酱瓜、豆腐乳、咸蛋，炒菜放酱油多，还有卤肉、灶火锅汤。这里有一个惊人的代谢公式，我们的肾脏每排出300毫克的钠盐分，就会顺便带走40到60毫克的钙质。也就是说，您吃的盐越多，尿里排出的钙就越多。如果您每天吃得咸，又不注意补钙，那您流失的钙可能比普通人高出1倍。长此以往，骨头就被咸空了。怎么做才对？权威指南建议，每人每天摄取盐分尽量不要超过6公克。6公克是多少？大概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这包括了您炒菜放的盐，还包括酱油、蚝油、甜辣酱菜里的隐形盐。建议大家炒菜多用醋、葱姜蒜、辣椒、八角、9层塔等天然辛香料来提味，少放盐和味精。为了骨头，饮食清淡点，好，还能预防高血压。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观念、饮食、运动到生活习惯位了，以防大家记不住。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加深印象。第一点，千万别轻视骨质疏松这个隐形杀手，大家一定要改掉老了骨头脆是正常的旧观念。骨质疏松可是会引发骨折，甚至致残致死的，特别是那个髋部骨折，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一旦卧床，肺炎、褥疮、感染都跟着来，风险比大家想的要大得多。所以战略上要藐视它，保持乐观；战术上一定要重视它，积极预防。第二点，时刻留意身体的求救警讯，别等到骨折了才后悔。如果您发现自己有以下4个讯号：一、腰背莫名疼痛，特别是晚上疼、久站疼；二、个子偏矮了，背驼了，超过3公分要警惕；三、骨骼摸着不对称，有肿块；四、经常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只要中了其中一条，别犹豫，赶紧去医院查查骨密度。第三点，用对方法，吃和动双管齐下。怎么补骨呢？大家要记住2种：天然补骨王水果，
一种是富含花青素的水果，像紫葡萄、桑葚、蓝莓，它能帮大家消炎修骨；一个是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像台湾盛产的芭乐、仙枣、奇异果、柠檬，帮您合成骨胶原，锁住钙质。第4点，在家坚持做3个动作：一、练握力防守腕折；2、墙壁伏地挺身练上肢；3、对抗瑜伽带护，脚踝每天动一动，骨头更强健。第5点，千万避开这3个伤骨坏习惯，大家别一边补一边漏。一、别怕晒太阳，上午10点、下午3点晒晒背，这是免费的维生素 D。2、嘴下留情，浓茶、咖啡、碳酸饮料要少喝。3、最重要的是少吃盐，盐吃多了，钙流失的就快。千万记住，每天别超过6公克盐，远离那些重口味的腌制品。各位朋友们，大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为家庭、为子女付出了所有，到了这个岁数，盼的不是钱多钱少，也不是房子有多大，盼的就是这副身子骨硬不硬朗。骨头好，大家腿脚就灵便，去哪都不求人，想去旅游就去旅游，活得才有尊严。儿女在外面打盼也跟着放心。养骨从来都不嫌晚，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今天。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去买点葡萄、芭乐、奇异果，晚饭少放1勺盐，看完文章站起来做几个墙壁伏地挺身，这点点滴滴的改变都会聚成您晚年健康的基石。如果您觉得说今天这篇内容对您有帮助，哪怕只有1句话触动了您，请您务必做2件事。第一，将这份资讯保存下来，方便您随时复习动作。第2，请把它转发到您的家族 LINE 群组，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帮助更多的人避免骨折，远离病痛。祝大家骨骼强健，身心愉快，健康长寿。我们下次见。